唉，好啦，聽完首歌，食埋個橙，再飲咗啖水翻嚟之後呢，又開始我哋第二 part 嘅節目啦。頭先 Helga 講咗咁多事件之後啊，輪到敏大人你分享下，你又有啲咩事件覺得係你關注嘅？呢排大家應該都有睇一個 TVB 嘅劇啊。冇喎，我冇喎，你講嚟聽下，科普下。使徒行者。哦，好似睇過預告。係啊。有佘詩曼。係佘詩曼啊，林峰啊。呢一部戲咧係拍警察入面 CIB 即係情報科，同埋 ICAC 廉署，仲有就係間諜啦，係啦 CIB 啊。間諜算咩啊？間諜唔係 CIB 派到入面嗰啲啊。OK。CIA、CIB 有 A 咩？哦。有啊，係。你記唔知 CIA？記得啦，記得。CIA 重案組啊嘛，唔係咩 ？CIA 唔係美國嗰個咩？咦係喎，咦唔係喎，咦係，咦究竟係咩啊 CIA？係美國嗰個啊嘛。係咩美國邊個啊？美國有兩個嘛，一個 FBI 一個 CIA 啊嘛。係喎係喎，係咁重案組係咩啊？重案組咯。好似冇 International 嘅，好似冇簡稱嘅喎。咁飛虎隊叫飛虎隊啦。飛虎隊有個名嘅喎，好似 SW 咩反恐特工啊嘛。知喎。好啦，咁跟住點咧？冇啊，咪就講警察仲有啲三方嘅一個關係咯，都幾好睇嘅。我講翻啦，因為入面咧 ICAC 同埋 CIB 之間，即係會有衝突咯。兩個保密性都好高噶嘛。因為 CIB 你會成日都會查到啲情報咧，即係好似記唔記得竊聽風雲啊？哦，係啊。入面 CIB 就係通過竊聽呢樣嘢，咪聽到邊隻股票會升嘅，佢咪買咗嗰隻股票嘅，就會濫用職權。第一集。係啊，濫用職權啊嘛。ICAC 就會懷疑 CIB 入面即係會有人收受利益啊嘛。咁請問 ICBC 係咩咧 ？ICAC。我知，咁 ICBC 係咩咧 ？BC 啊？係啊。唔知啊。好似係咪中國銀行嘅縮寫定係咩咩銀行嘅縮寫？ICBC。好似係。有獎趣味問答。講翻啦，因為原來咧警察同廉署之間有衝突咧，其實唔係第一次㗎啦。哦。咁電視劇入面拍嘅當然唔係真實事例啦，但係真實事例之中咧，佢哋係有3次好大嘅衝突。係點樣衝突法咧？第一次咧衝突到咧，警察係出去遊行，而且仲後尾打傷咗，又打傷咗 ICAC，俾你污染咗你。係 ICAC 啲工作人員。哦，咁係因為咩事咧？背景就係咁嘅。係。ICAC 未成立之前咧，咁你知道70年代香港嗰啲咧好煙瘴氣㗎嘛？係咪雷洛嗰個年代啊？差唔多啦。70年代好多公職人員，即係佢都好多貪污嘅現象。咁特別係皇家警察啦。因為咧。加香港警察。係啊，因為佢當時咧啲人工好低啊，警察嘅人工低，而且咧你有好多時候咧你要俾線人費啊。但係冇乜錢，係咯，所以佢就會從事啲非法活動，即係可能幫下手咯。例如咧，即可能睇夜場，即係可能你要掃場之前，可能話聲俾人知，即係幫1-2次㗎嘛。咁當時即係好多人都有呢個貪污現象啦。所以咧，到有一啲案件發生之後咧，就激起咗一個反貪污嘅浪潮。係啊，咁所以咧就有乜時任嘅嗰個總督啊，麥理浩，佢就成立咗 ICAC 啦。哦，廉政公署。係啊，咁 ICAC 咧當時咧，因為查呢個貪污案啊嘛，所以咧有好多次即係好高調咁樣入到去警察總部啊。而且你知捉人啊嘛，咁啊仲要警察繳械啊嘛。咁啊變成咗即係你知啊，冇乜面啊嘛。其實佢算唔算以前好似欽差大人咁樣咧？算係啊。即係雖然佢未必職級嚟講未必係咁高，但係佢個權力係好似皇上親臨一樣，即係佢查你咁樣，係代表一個高。你必須要去配合㗎咯。係啊。有到77年11月以前咧，咁被涉嫌貪污嘅警務人員啊，去到200幾人，係好多㗎啦。佢成個警隊啲人咧就好人心惶惶。係啊，人心惶惶咯。咁啊有人就選擇提前退休啦，有啲人就選擇着草去啲冇啲引渡條例嘅國家，係咯，有啲係革職啦，
啦，甚至有啲係自殺喎，係啊，所以就好多積埋好多嗰啲怨憤啊，咁所以去到即係77年嘅10月份，就有數千名嘅嗰啲警務人員同埋家屬咧就遊行到警察總部。其實我唔明點解遊行到警察總部，點解唔係去 ICAC 總部？定係當時 ICAC 其實都設喺警察總部？唔係。ICAC 係設喺金鐘道，好似係唔同嘅，係兩個唔同嘅地方。佢可能係想即係喺警察總部係希望警察處長去重視呢件事，即係去警告 ICAC 唔好再喐我啲人，即係 defend。係啦，咁啊總督就同埋警察處處長，仲有 ICAC 嗰個廉署有處長啊，坐埋一齊討論翻呢件事咯。因為遊行緊啊嘛，ICAC 咧就內部決定係要繼續調查嘅。係咯，因為佢個音太大啊嘛，要好似包青天咁樣。總督咧就覺得呢件事就好大件事啦嘛。係啊，警察應該當時全部都應該有槍械起身嘅。哦。你冇唔係啊？唔係民反咁樣。係啊，唔係佢又唔係民喎。我知佢嘅意思。係啊。呢個督逼警反。咁所以佢係比一般嗰啲遊行係有攻擊性噶嘛，危險性係。咁啊總督當時係希望駐港英軍去介入呢件事，但係駐港英軍咧又覺得你自己嘢自己搞掂啦。慘，話晒總督都係英國人嚟嘅喎。嗰啲高層就唔贊同，就話我唔會派軍隊你哋嘅。咁no，你自己搞掂。咁啊考慮到成個大局啦，同埋當時社會安寧。係咯，同埋平時遊行係警察喺度維持治安，咁警察遊行應該邊個維持治安咧？真係。所以去到11月5號，總督咧咁啊頒布咗咩啊特赦令。我赦嗰個嫌疑人啊。佢係點咧？佢指令 ICAC。但係有啲自殺咗咯喎，點算啊？係啊，就係。所以就好似股票崩盤一樣，唔可以要睇定啲㗎嘛。係啦。咁啊指令就話 ICAC 咧，除咗已經係被審問同埋被通緝緊嘅，同埋身在海外嘅人士以外咧，就特赦喺77年1月1號以前所有涉嫌貪污而未被檢控嘅人員，即係佢淨係懷疑，但係又未發出檢控嘅人員，就所以全部特赦。所以呢件事先至咁但係檢控咗嗰啲就即係捉係啊，咁檢控咗定已經審咗啦嘛。係啊，就説明佢如果再抄落去，真係抄咗太多，太引起太大動盪啦。然後去到02年同埋10年都仲有警亂衝突。所以其實警察同 ICAC 之間關係應該都幾惡劣。所以個事件就係佢哋嘅衝突事件啦，係咪啊？就係佢哋衝突事件。我真係冇諗過會到要遊行咁大件事咯。哇！咁佢咁多人喎，即係可能警察嗰啲骨幹好多都乜嘢喎，即係大換血㗎喎。咁大家都即係好似有時候咩皇帝嗰啲啦，即係話佢都有除貪污㗎，但係有時一連根拔起就會引起朝綱不穩啦。咁所以有時要慢慢捉埋，慢慢清咁樣咯。咁講完呢個社會事件之後啦，作為超自然迷嘅 Helga 就同大家分享下神秘事件啦。咁其實就神秘事件啦，可能大家會諗起啲威尼斯水怪啊，或者一啲咩野人啊。我喺新疆嗰時都係啊，啲人話你好好咁睇下個湖啊，可能會有湖怪啊。係湖都有嘅咩？唔係，嗰個好似係卡納斯湖怪。卡納斯，係啊。咁啊，卡納斯原來喺新疆㗎。係啊。原來你好似外國名啊。係喺北疆㗎。係啦，即係可能係因為國外宣傳力度強啲，定係唔知點啦。大家可能會記得好多嘅神秘事件啊，咩外星人綁架啊，係呢個美國多啲啦。咁其實中國境內我哋都有好多神秘嘅事件㗎喎，就比如話有發現龍啦，即係嗰啲12生肖有龍，咁我哋係咪真係有龍嘅咧？呢種生物係咪真係以前真係有，但係後尾又冇，定係就咁創作出嚟定點咧？即係點解其他生物都唔係創作嘅？即係唔放隻麒麟落12生肖嗰度，就放龍咧？咁喺以前嘅時候咧，咁喺營口呢個地方咧，我就真係唔知喺邊啦。喺中國嘅就係有聚龍事件，即係喺一啲唔知水邊定湖邊定係咩地方就發現一個類似龍嘅屍體，長長頸，個頭仲有2隻角咁樣。不過其實呢啲發現未知生物啊，中國境外都唔係第一次㗎啦。前2年喺廣東嘅海邊都發現過一個類似水怪咁嘅物體。水怪生咩樣啊？蛇頸龍咁嘅樣㗎
嘅咯。係啊，真係好傳統水怪樣㗎。傳統水怪，咁講明啲水怪真係唔係作㗎喎。係啊，咁但係個報道不了了之啦。雖然有幅相係真係有嚿嘢好大嚿咁樣攤喺個海灘度。咁清唔清晰啊？即係幅圖都唔係好大啫喎，所以唔知喎。其實可以講其他嘢㗎啫喎。咁但係真係個形狀唔係清晰，即係你話清唔清晰嗰種清晰，我話咧清晰到睇佢個樣就唔清晰，但係你話係我哋依家啲普通新聞相咁清晰咯。咁得啦。係啊。咁因為有啲相咧，即係模糊，即係軟嗰啲啊嘛。係啦，一嚿咁嘅嘢嗰度攤喺個海灘度，你話佢奇異又得。佢就真係有埋人企喺隔離咁樣，跟住就知道佢嘅大細啊咁樣。咁講翻之前個龍嗰個啦，咁龍或者有神秘生物俾人發現咧，都唔係非常之驚奇嘅，因為有一次有一個比較鄉村嘅地方咧，仲發現咗呢個大腳八，即係嗰啲野人咧，同啲記者趕到嘅時候咧，呢個類似野人或者係大猩猩或者係咩猿類嘅生物咧，已經俾當地嘅村民食咗啦。食咗，不過佢攻擊個村落定係唔知偷嘢食，反正俾村民捉住咗，新記者趕到。點解會食咗㗎？中國人乜都咁食㗎啦，外星人你咁你食埋你啊！講翻條龍啦，咁其實嗰條龍咧，咁啊好笑咧，又唔係好笑在發現咗條龍，好笑在咧嗰日個報紙，即係報紙永遠都好多驚喜嘅。咁嗰日嗰個新聞個新聞嘅標題就係水產學教授，作為一條龍俾人當水產，歸為水產類，真係死都唔萬廢。水產學教授發表，跟住呢條疑似龍嘅物品咧，佢就叫做蛟類，即係蛟龍啊，蛟類，跟住話蛟類固斃，即係溺斃啊，浸死咁嘅意思啦。跟住係啊，即係龍困淺灘咁樣死咗啦，咁上下。如果條龍係有靈魂，你睇到一張報紙真係揼心口。係咯，激死啊！竟然話我浸死喎，死都激翻生。呢個固應該係乾枯咁解嘅，應該係龍困淺灘，應該係乾枯咁死。呢個係一個水產學教授對一條龍嘅死因解剖。你話死唔死啊？真係水產學，真係。佢冇解剖咩？唔知有冇解剖喎，都有冇做成標本啊？都唔知喎。呢啲咁特別嘅嘢唔係應該收埋咩？同恐龍化石咁。就算收埋都收得好埋俾你睇喎，仲收埋啦，就好似咩咁大條嘢點收得好埋啊？哇！喺中國地大物博，想收埋條龍有幾難啊？收埋隻恐龍都得啊！真係啊！就好似南方啦，喺1980年都發生過捉到人魚㗎，即係人魚屍體。人魚好醜㗎喎，捉嚟做咩？會撈到啊嘛。咁人魚屍體咁啊又冇相啦，嗰個年代係嘛？80年個報道就話後期咧就俾不知人嘅人物買走嘅。咁當年個年代咧點樣買走咧？俾一啲柴油佢換咗條人魚走，至今你都收埋咗啦，收埋咗好多嘢㗎。咩尼泊爾有幾多野人博物館啦，咁都你唔知嗰啲人，你都覺得佢收埋咗，可能佢喺某啲地方展出，但係我哋知咧。好啦，聽完咁多事件之後，聽翻首歌先啦。我們太認真失戀的痛，卻怕認盛世的傷痕。我們太幻想一對最好，未聽聞朋友的病。來吧，記住四面布滿問號，生命有多好，百萬人誰得到？流淚行勝利道，別再做愛情路。